試過喺幼稚園度教書啦，咁就其實有好多時候，就算見到啲小朋友有特殊需要咧，都唔會知道點樣幫佢哋咯。我都係第一次嚟銅鑼灣呢一個 setting 實習嘅啫，呢一度嗰個support 係非常好嘅，係見到好多唔同種嘅 client 咯，所以都學到好多嘢。中呢間中心本身自己有言語治療師，咁佢哋其實已經有自己嘅玩具啊、教材啊等等，咁相對嚟講，我哋都可以參考到前人嘅經驗啦。咁樣作為一間教育學院啦，如果我哋能夠去同香港現時喺復康啊、教育啊、醫療已經好有經驗嘅志願機構又好啦，政府資助機構又好，可以合作嘅話咧，就可以咧為我哋學生提供好多呢啲實習嘅機會。其實我都好中意喺呢個 centre 度實習嘅，因為呢度有好多 resource 啦，咁啲 staff 好 supportive 啦，咁都想幫翻呢啲小朋友，佢哋之後係可以跟住其他小朋友一齊玩，一齊講自己想講嘅嘢，咁都可以同人哋一齊 interact 得好啲咯，係咯。咁其實我都好珍惜呢次實習嘅機會嘅。我相信我之後做嘢大概都同而家呢個模式差唔多。過程咧，我哋合作都係好順利嘅，因為我哋都好感覺到呢個機構裏邊佢嘅員工咧，其實都係以服務受惠者嗰個角度去出發。無論係學前階段嘅細路仔啦，學齡階段細路仔啦，甚至係恩光學校裏邊嘅一啲智障嘅畢業生，中心提供係好廣泛嘅訓練或者復康嘅服務嘅。咁譬如話言語治療方面啦，咁另外中心亦都會提供一連串嘅其他，譬如話歷奇訓練啦、Smart Kit 啦，係可以俾到即係現有同學咧，就可以掌握知識同埋技能，對佢投入社會方面咧係會有好大幫助嘅。咁喺我哋接觸我哋服務對象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見到有一啲咧係即係經濟能力相對地充裕嘅一啲家庭個案，但係同時亦都有一啲即係又需要服務，但係經濟能力係冇咁好嘅。今次嚟緊6月份咧有一個音樂籌款嘅活動，我希望社會人士能夠踴躍捐輸，能夠令到中心咧係有充足嘅財政嘅資源。請你哋多多支持。